一部可疑嘅出租車。經調查之後拘捕男司機。有一名疑犯喺大約凌晨3點喺九龍城被捕。據了解，兩個人係安排接送斬傷3名關員嘅疑兇。去到下晝大約3點鐘，疑兇66歲嘅媽媽喺黃大仙被捕，佢涉嫌誤導警務人員。事發喺10日下晝，3名海關人員喺土瓜灣緝毒期間被斬傷。其後警方同海關喺附近嘅路邊搜查，發現一批毒品。附近亦都揾到相信係疑犯嘅車，現時疑兇仍然在逃。仲有個幾月就係聖誕節，旅發局舉辦嘅香港繽紛生日巡禮，下星期5至到明年1月4號，重返中環皇后像廣場舉行。20米高嘅巨型聖誕樹亦都係會再次坐落喺中環。由林希發。旅發局主席林建安、優質旅遊服務協會主席黃傑龍等人主持啟動儀式。今年繽紛冬日巡禮將會重返中環。過去幾年擺放喺西九文化區20米高嘅巨型聖誕樹，相隔6年重返皇后像廣場。廣場亦都會變身成冬日小鎮。下個星期5到出年1月4號開放。今個月28號起會有由12間小木屋組成嘅聖誕市集，並會舉辦節日限定工作坊。附近嘅遮打道同置地廣場將會展示節慶燈飾。遮打道將會變身成為一個浪漫嘅星光長廊，延展到置地廣場嘅中庭。成個中環都市會充滿濃厚嘅節日氣氛。中銀大廈、匯豐珠海大廈、渣打銀行大廈等8個大樓，今個月28號起每晚都會有光影表演。旅發局亦會聯同零售管理協會同優質旅遊服務協會，12月起推出超過300項優惠，涵蓋餐飲、購物、交通等。活動今年重返中環，旅發局話配合豐富嘅節目，相信可以吸引更多市民同旅客。第一就係交通好方便啦，即係不論地鐵啊、小輪啊、巴士啊。第二就係中環喺娛樂啦、餐飲啦、購物啦，都相當之方便啦。咁加上我哋都同置地公司有個合作啦。另外亦都係個光影會啦，喺中環嘅時候，我哋可以同多座嘅地標嘅建築物一齊去完成做呢個光影會。咁所以幾個因素加埋，我哋覺得喺中環提供到今次呢個活動嘅可塑性咧係更加高。喺我個角度，我當然爭會比多個球員啦。旅發局話會推出一站式平台，方便市民同旅